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讲生理说生理，生理第一要紧就是算数。毋知人民间原来流传讲，生理是师啊，那收效这就师傅。讲到这个效，台湾话安怎样写？对，正确无毋对，就是数学这个数，读册音讲做数，啊那白话就是讲做效。咱甲效当作名词来打扮。过去传统社会，生理做甲年尾，记效记，到尾啊，就是爱整理效，就是爱看效，就是爱查效。这句话，过去台湾人讲做掠效，年尾掠效就知影讲是死本还是趁钱。过来第二句，咱来讲哦，这个代志都毋是我做的，你说叫我来甲坐效，就是讲毋是我欠的钱，你叫我倒来担当，安尼就说坐效，毋是我爱大个责任呢，我冤枉的呢。结果你甲我屈打成招，逼我倒来坐效，共款嘛，这个效。讲到这个效，若当作名词咧运用，民间原来有一句四字的成语，我那常常听会到，讲做天公笑破。意思咧讲啥？当然啦，有人咧讲历史啊话，讲天公笑破，就是大本世间汉奸人所有先教拢记载伫内底。你假是想就知啊，天公的笑破。开看我大破就好，毋则讲做大册，这本册足大册，就是我对你真怨册安尼，这叫做历史话。毋过论真讲，天公笑破就是咧讲天公一定记载，善恶倒条将有报，至今来早已来迟。我相信讲咱这主内兄弟姊妹，咱也相信总有一日，咱的天父会来最后的审判。同款，甲这个效颠倒变讲，咱来讲用作动词来运用的时阵，佫有啥物趣味的言语咧？来，国情先讲一句，讲古早有人讲吼，但即马咧创啥国情啊？歹势讲我着浪流连无头路，讲我即马吼咧扫街路石啦，意思就是讲吼我咧行街路，笑话讲吼街路顶石啊有几粒啦。但即马吼无论田庄还是都市，点啊脚坡来到咱兜的银钱卡，都无街路石通好笑啊你。换一句话流行，讲我即马吼咧算电火条啦。毋知古早佫有迄个讲趣味的，讲国情啊，你即马咧创啥？歹势讲我着浪流连无头路，讲我着咧看日。哦，遮牛哦，先生咧共看日，实在歹势讲我坐伫阮兜的顶斗，伫咧看日头落山啦。过来，共款即个笑当作动词咧运用，国情继续来讲哦，我对你安尼再三再四伫咧怀念，因为算笑。头一遍是算数，第二遍是检查，算来到第三遍无定当，毋才有法度确定。安尼再三对你伫咧思念，就是叫做笑念。搁另外一句，咱知影讲台湾歌、流行歌足出名一条《空笑梦》，舞咏老师作词，讲为你啊的形影，你来笑想，正原来共即个。就是笑念这个笑，讲做笑想，对你一再伫咧思念就对啊，毋是不笑迄个笑，若写迄个就叮当，正就是表面讲，我对你留恋，我对你再三再四放袂落，安尼叫做笑想，安尼叫做笑念啦。